伫咧屏东路中附近，有民众甲奥多拜停伫人行道的停车格啊，煞妨开罚单。经过申诉，才发现讲这停车格啊是7月时阵已经撤销，煞无完全甲格仔线拆乌，害民众误解违停食罚单。即马警方表示，这段期间正清场的违停罚单全部拢会来撤销。 机车停伫机车格，民众煞收到600块的违规停车罚单。原来涂骹铺设的停车格，进前已经互涂销，但车格线还是非常的清澈。民众停伫遮互取缔开单，不服提出申诉。这个停车格哈，他说他们让他进以后，那个配套测试都做完了，就是说他们都涂掉了。 结果我看那个哪里有涂掉，还很清楚嘛。涂销无完全红误会是停车格，18倒来到现场，停车格已经重新涂销，但因为地点伫屏东市公园路、屏东路中边仔的人行道顶悬，附近有百货公司甲病院，人车真多。重新涂销进前，已经有真侪民众误停受罚。上次就被拖掉一次，现在不知道停哪里，你看。民众找民代顶前，认为其他误停的人嘛应该做伙撤销罚单。警方解说，计线搁低的是因为7月涂销的时阵线无完全抹掉，会撤销当地7月22到9月28的误停罚单。7月22日开始施作哈，然后线体没有打磨完全那个涂销的状况。已缴费的案件会逐笔的来通知民众来退费。另外未缴费的案件由警察单位通知民众外这个会通知这个裁决单位办理相关的一个民法作业。根据统计，这段期间因为民众误停开出的罚单总共991件。警方表示会甲监理站协调，简化后续的撤单程序，让民众唔免阁提出申诉，减少困扰。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